国道3号台中的清水路段上北173公里的所在哦，伫透早4点外，一台载机油的大货车家己去弄甲并车，机油是流到贵四界哦，嘛封闭道路。伫人港这路段又搁发生3件的车祸，嘛造成国道3号清水路段大塞车。另外，伫国道1号落南的彰化路段，当时有民众看到讲，亲像渔港哦，甲电动车骑上国道，警方表示讲会来处罚。高速公路一台货车并车加载驾驶平安无大碍，不过路里全是泄漏的机油，车祸嘛连带造成后壁连续搁再发生事故。后车临南自诉因路面有油渍刹车不及而坠撞前方郭南，驾驶之小客车车尾，无造成人员受伤。清早4点多，这台货车伫咧国道3号就北173公里清水路段并车，车顶载机油是车到规个车道，全线封路大约15分钟。虽然伫6点外左右状况排除，不过伫咧同一个地点6点多到7点半左右，又搁发生另外两宗3件车祸，嘛造成后壁塞车超过2公里长，将近中道才有较顺。另外伫咧国道1号落南王田到彰化路段，有民众看到真离谱违规状况。两个敢若是渔港的查甫人，12点多骑微型电动车，就骑伫咧高速公路顶，民众惊开险线，赶紧报警。写一个安尼，外国语安尼，伊才看有啊，无安尼吼，伊看无，伊毋知影骑起哩安尼真危险。13时03分，经交通中心调阅 CCTV 影像，并回报上街车辆已行驶下彰化交流道。警方调监视器发现，这两台车拢无车牌，目前继续咧追查，嘛提醒民众，若是骑机车，也是其他类似有动力的车辆，骑去高速公路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会当罚3000到6000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